大家好，我係孖天央楊雲峰律師，歡迎嚟到法式學堂。平時我就同大家講好多判詞啊、案例啊，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一個既貼身但係又沉重嘅話題。試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你突然間失去咗意識，可能係一場車禍咁咯，又或者突如其來嘅隱疾去咗深切治療部，身邊圍住你嘅屋企人個個都喊晒口，醫生行埋嚟就問你，病人而家好危殆，心跳隨時停，我哋要唔要同佢做心肺復甦法啦，或者插喉啊？咁呢個時候決定權落喺邊個手上呢？好多人以為去到生命倒數嘅階段嘅時候，所有嘢只能夠交俾醫生或者家屬去決定，但係其實你身邊嘅人幫你做呢個咁嘅決定，佢哋都好多時都幾痛苦嘅。救咗你，又可能延長咗你嘅痛苦；唔救你啦，可能又背負住內疚感。而家香港嘅法例上咧，已經行前咗一大步啦。有一條條例就係叫做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簡單啲嚟講，即係俾大家個法律上嘅權利，去為自己嘅未來醫療意願寫定劇本。你嘅生命由你話事。咁我哋首先要認識一個概念先，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AMD）。為咗令到大家容易啲明白呢，我哋舉個例子啊，譬如一個末期癌症病人咁，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嘅骨骼，可能連唞啖氣都覺得好痛嘅。咁佢喺清醒嘅時候，曾經同屋企人咁講：如果我唔得呢，千祈唔好同我插喉，由得我舒舒服服咁走啦。咁但係當佢陷入昏迷嘅時候，醫生基於救人嘅職責，加上如果家屬之間係有分歧嘅，阿仔話唔救，但係細女又話救。咁醫生為咗避免呢個法律嘅爭議，一般都會用盡手段去救啦。咁個結果就可能喺心肺復甦嘅過程當中，病人嘅肋骨壓斷咗，導致喺痛苦當中離世。預設醫療指示嘅出現，就係為咗防止呢一種悲劇發生嘅。喺法律上咧，條件好清晰，你必須年滿18歲，你必須要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訂立，即係你清楚自己做乜嘢，亦都了解拒絕治療嘅後果，預先落咗一個指示。如果將來你不幸患咗末期疾病，陷入咗呢一個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或者係不可逆轉嘅昏迷，而你同時亦都失去咗精神行為能力，醫生就必須要根據呢一份指示，唔向你施加特定嘅生命維持治療，例如係心肺復甦啊，或者係依賴儀器呼吸等等。係具有法律約束力嘅。不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咧，就絕對唔等於安樂死嘅，亦都唔係醫療輔助死亡。所以如果你喺預設醫療指示裏邊寫，喂，醫生唔該你打支針俾我安樂死啊，又或者你唔好俾水我飲啦，唔好俾止痛藥我啦。咁呢啲指示咧喺法律上係絕對無效嘅。法律嘅宗旨係容許去世嘅呢個過程係自然完成嘅，而唔係加速你嘅死亡。你依然都係會得到最基本嘅照顧同埋舒緩治療。咁為咗防止有人被逼簽署咧，呢份指示需要2名嘅見證人，其中一位必須要係註冊醫生，確保你唔係一時衝動。咁講到呢度，可能你會有個疑問。其實呢條法例咧當中仲講到一樣嘢，叫做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咁又有2樣嘢咁，係咪呢樣嘢推翻頭先嗰樣嘢呢？其實香港有幾多老人家或者晚期病人喺清醒嘅時候根本連聽都未聽過預設醫療指示，但係可惜當佢哋有事嘅時候已經冇資格再簽啦。咁呢班人喺呢一方面咁咪冇咗個選擇權咯，亦都可能會承受咗一啲不必要嘅痛苦。呢個時候呢，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就發揮作用啦。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嘅。預設醫療指示係你嘅個人意願，由你本人主動去簽嘅；而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呢，係一道醫療命令，由2位註冊醫生，其中一個必須要係專科醫生，而共同簽發嘅一道醫療命令。當醫生憑住專業嘅判斷，認為進行壓胸、電擊呢啲極具傷害性嘅搶救對病人冇任何好處嘅時候，甚至乎係違反病人最佳利益，醫生就可以啟動不作心肺復甦嘅命令嘅簽發程序。所以 AMD 就係你俾醫生嘅一個說明書，而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就係醫生根據你嘅說明書或者係冇說明書嘅情況下，根據你嘅最佳利益向前線醫
醫護人員下達嘅一個命令。咁所以咧呢一個情況咧就比預設醫療指示嘅應用範圍咧其實廣闊啲嘅，佢可以用喺從來冇簽過預設醫療指示嘅人身上，甚至乎係失去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身上。既然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可以適用喺冇簽過預設醫療指示嘅人嘅身上，哇！咁醫生係咪可以自把自為，中意簽就簽呢？如果醫生要為一個冇精神行為能力嘅人簽嘅話，法例規定醫生必須要同病人嘅責任人，通常都係親人啊、同居者啊或者法定監護人溝通嘅。醫生會解釋點解做心肺復甦法已經冇意義啦。咁如果責任人明白同贊同嘅話，佢就會作為副簽人喺表格上邊簽名。咁萬一揾唔到家屬或者佢係獨居長者呢，法律咧就有條防線嘅。如果醫生盡咗合理努力都揾唔到責任人，醫生就要根據一系列嘅法定因素，例如病人過往嘅意願、價值觀等等，去判斷有冇其他合適嘅成年人可以做副簽人。呢個設計就保障咗醫療決定嘅專業性啦，亦都兼顧咗家屬嘅知情權，唔會令到家屬覺得親人俾人秘密放棄咗。嗱，點解今日講呢個題目呢？其實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係非常重要嘅議題嚟嘅，因為我做呢個行業啦，我成日都會見到咧一啲活生生嘅個案，嗰個人咧當事人可以突然間拜拜咗，而係冇作出任何規劃嘅，咁會導致咧佢嘅親人仔女完全係無所適從，亦都未預備好啊！無論係醫療上啦，頭先財政上啦，各種安排上咧都可以係亂晒龍嘅。其實咧香港人依家咧，我嘅感覺係越嚟越唔忌諱呢啲題目，所以咧喺法律方面咧，亦都有呢啲咁嘅演進。有時咧你真係唔可以淨係為自己諗啊，都要為身邊嘅人諗。唔知大家又會唔會考慮選擇去立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呢？不妨留言話俾我哋聽啊！如果中意我哋嘅 channel，記得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